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5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出来及记40章16到38节，使徒行传16章35到4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打满云彩。伫旧约圣经内底，以色列去互人禁止袂通见到上帝的面，无就会亲像乌撒共款。也因为安尼，上帝临在有济济无共款的形式。咱想到几个情景，亲像亚伯兰，伊看到上帝是三个代表三一上帝的使者。那是听到上帝的声。摩西第一届看见上帝的时阵，是迄个焚而不毁，这个小的翅膀中间出现。出来及记伫这个旷野，上帝甲以色列人同行。暗时上帝用火条，日时伊就用云条来保守来带领。当因伫西奈山的山骹的时阵，上帝用云遮盖西奈山，用雷声代表伊的临在。当所罗门起好圣殿落成献堂，迄个感恩礼拜中间，上帝用云彩充满着圣殿，来代表伊的临在。耶稣基督升天的记载，嘛是有一蕊云彩甲伊接走。云彩伫圣经内底代表上帝的临在，也代表上帝的保守。出来及记40章16节到38节的记载，迄个会幕起造的情形。到落尾，亲像这个圣殿献堂的时阵同款，上帝云彩就遮盖规个圣幕。这个云彩代表上帝的荣耀。圣经安尼讲，迄个时阵云彩拢打满伫圣幕，上帝的荣耀充满伫圣幕。摩西袂话通进入伫圣幕，因为云彩停伫圣幕顶悬。上帝荣耀充满伫这个幕内，看到云彩对圣幕升起，以色列人就背赢来起行。云彩一个停，因就安赢，无震动。伫因全部的旅程的中间，日时因看见上主的云彩伫圣幕的顶悬，暝时看见云中有火在烧，这是拄则咱也已经有讲到的。圣经甲咱讲，摩西甲以色列人拢按照上帝的吩咐做，所以上帝就亲自临在伫因的中间。透过云彩来保守带路，云彩帮站伫迄个大日头下骹的人，袂抵到去互日头来伤害。咱讲这是遮盖，这是保守。伫乌克兰的战争的角度来看，咱知影战车若要脱离迄个大炮的锁定。伊必须爱来放这个烟幕，然后再来欺骗敌人，来逃避来逃走。这种的保守的概念，到今仔日也是同款。但是伫旧约圣经早就已经应允这个云彩的保守。出来记第40章的经文，甲咱讲到做会幕的这个情形。咱甲这段的经文来读一摆，
对十开始，这一切摩西拢照上帝所吩咐的话做啊。所以因就离开埃及了后，第2年正月初1，一支来打这个圣幕。摩西安放木座来立这个骨架，来装番茶，立这个条啊。伊将圣幕的幕顶砍掉的，顶悬阁有外顶挂。这一切拢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。安尼了后，伊将2块法板放伫约柜内底，搁只棍仔穿过约柜的圈仔内底，放这个柜仔来扛起来，然后将约柜安放伫圣幕中间，搭这个帐位来遮扛约柜。这是照上帝吩咐摩西所做的。摩西将供饼桌搬入去圣幕，放伫圣幕的北边，伫帐位的外面，搁伫桌仔顶放着饼来献给上帝。这拢是照上帝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伊将灯台放伫圣幕的南边，甲供饼桌3对，搁伫上帝面头前来点灯。这是照上帝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伊将金坛放伫圣幕内底，伫帐位的头前，伫坛烧香。这是照上帝吩咐摩西的话所做的。伊的圣幕入口挂门帘，伫门帘的前安放伫烧化祭的祭坛，然后伫坛顶烧化甲素祭。这是照上帝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伊将这个洗肠的盆放伫圣幕甲祭坛的中间，盆内底滴满水。摩西、亚伦甲亚伦的囝伫进入圣幕，还是行往祭坛时，就用这个盆的水洗手洗骹。这是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摩西伫圣幕甲祭坛四围立起围栏，做园仔，并且伫入口的厝材挂园仔的门帘。这个伊是完成一切的工作。这段对16节开始到33节的经文，真侪人爱伫遮来讨论这物件是安怎来安放。但是牧师认为这真重要，但是重点毋是伫物件安怎放，乃是上帝爱摩西怎样放。这规段的经文内底拢总出现8摆。这是照上帝吩咐摩西的话做的，可见要安怎放是顺服上帝的吩咐。伫遮嘛通知顺服上帝的吩咐来行，这是这段经文真正的重点。也因为摩西甲以色列人的顺服，上帝就欢喜临在伫因的中间。保罗甲西拉2个人伫腓立比，因为真忠心来传福音，就受陷害，落伫监狱内底，并且受到无公义的对待。这是咱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所分享的代志。后来因为上帝的临在发生地动，监狱拍开啊！但是保罗甲西拉却持守家己的界线，无有借机会来逃走，为着留落更较好的见证，并且传得救福音予管监狱的人。上帝并无一定用云彩代表伊的临在，
伫保罗甲西拉受罗家的代志顶悬，上帝用地动表达伊的权柄甲同在，也互这个保罗的长官决定要来投放因两个。诗篇29篇，天界大气力的圣境，就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繁荣归乎伊，就归乎伊，就将上主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乎伊，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。上主的声伫水顶面咧喊，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，上主临在伫海洋顶面，上主的声音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鸭子香蜜茶，上帝拍碎黎巴嫩的香蜜树，伊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，互叶问山着跳亲像野牛仔。上主的声互四那闪烁，上主的声互野鸟摇动，上主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，上主的声互龙阿母着惊生产，互树林的树叶落甲光光光。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喊讲，荣光归上主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气力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感谢上帝甲阮同在，时刻保守，日日看顾。伫阮面对济艰难的代志的时阵，来保守阮。感谢耶稣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救我的名求，阿门。